講啲嘢你哋聽。最近發現咗個 project， 個名叫做人類開箱 Fragile Human Inside。喂，呢個 project 唔簡單喎，好似話整嗰啲裝置呢，有成2-3層樓高，又話用咗成1000個紙箱，哇，淨反轉大館咁滯喎。講翻流動影像先，好似嗰個梁基爵呢，今次同一班新嘅班底合作，搞咗個虛擬嘅遊戲界面，仲有新城互動影像，再配合現場演出，等啲觀眾好似置身喺一個大型嘅遊戲現場咁，一齊經歷虛實交錯嘅空間。哇，有冇咁勁啊？